9第9课。培拉罗多开始特基有人。西藏种植什么农作物？波拉克我妈培拉罗多开始特基有人。大爷，从前西藏都种些什么农作物？培拉内躺戳是吗？西藏有种植青稞、小麦、豆子。第二季大特基有人，还有芝麻等等。农具罗多特基有买热备，没有种植油料作物吗？特基有人，有种植。农具罗多作物贝卡特基有人，油料作物主要是种植油菜。培内这趟马妹罗多吞起有马热备。西藏没有出产稻米和玉米吗？吞起有热，有出产。在于塘沙区卡县内，吞起有热。茶鱼和某些地方有出产。在于南西亚波越长，因为茶鱼的气候很好。敦拓开始淡内结起有热，所以不论种何种庄稼都能生长。拉萨让内这吞起有马热备。拉萨本身没有出产稻米吗？拉萨让内这吞起有马热。拉萨本身没有出产稻米。因内约云呢？但如果有钱的话，冲着西川糖培育给个儿。市场里有来自四川、尼泊尔、印度。主于镇江、界内，以及不丹、西京等地。其儿永伟贼永因抗队有人。所带来的稻米可以尽情选购。滚中威吗？内特基有人有马人。在种植冬麦之前，有没有种植青稞？威吗？内特基有马人。以前没有种植青稞。杰拉吹对前内挺桑莽波结起有人。后来在试种成功之后，最近生长很多。滚捉吞菜托起人，内吞菜托起人。冬麦的产量比较高，还是青稞的产量比较高？滚捉吞菜托起人，冬麦的产量比较高。母人内今儿当干妈出家炖家吞起有人。
每一亩田通常都会生产600-700斤。Thadong sacha yasar yama dongcha laz tunki yore。好一点的地方，甚至还会生产到1000多斤。培基省内培基主亚九波雷塔。西藏的农业发展得很快速呀。塔嘎让瑞，正是如此。他东行千堂从 Kir 显大堂杜鲁纳，但如果和其他省以及县市相比的话，培基省内培基堂吞菜九波瑞，西藏农业的发展和产量还是少得可怜。解句几种称。替换练习。新开能啦落豆开始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什么农作物？新开能啦内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青稞。新开能啦戳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小麦。新开能啦这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稻米。新开能啦什么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豆子。新开能啦切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蔬菜。新开能啦小口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马铃薯。新开能啦拉铺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萝卜。新开能啦跑当得基有人。农田里有种植花生。台湾让内新豆开始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什么水果？台湾让内硬辣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香蕉。台湾让内擦路马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柑橘。台湾让内古树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苹果。台湾让内阿妈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芒果。台湾让内堪布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桃子。台湾让内卓玛柱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番茄。台湾让内普星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甘蔗。台湾让内均准吞起有人。台湾本身出产葡萄。康中三托拉之星开始结起有人。
雪域高原上生长着什么植物？康中三托拉汤辛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杉树。康中三托拉松心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松树。康中三托拉修巴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柏树。康中三托拉江妈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柳树。康中三托拉陆地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党参。康中三托拉姑下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吉祥草。康中三托拉耶尔扎滚布给基有人。雪域高原上生长着冬虫夏草。培卡瓦坚拉美豆开瑞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什么花朵？培卡瓦坚拉给桑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格桑花。培卡瓦坚拉邦间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邦间花。培卡瓦坚拉康上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雪莲花。培卡瓦坚拉贝玛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莲花。培卡瓦坚拉康比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桃花。培卡瓦坚拉塞美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幸福花。培卡瓦坚拉给切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芥子花。培卡瓦坚拉库鲁滚美豆给基有人。雪域西藏里生长着藏红花。培基开瑞佩给主亚九波瑞塔。西藏的什么发展得很快速呀？培基行类佩给主亚九波瑞塔。西藏的农业发展得很快速呀。培基着类佩给主亚九波瑞塔。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得很快速呀。培基之内佩给主亚九波瑞塔。西藏的文化发展得很快速呀。培基本就佩给主亚九波瑞塔。西藏的经济发展得很快速呀。七色生词。波窝，爷爷、大爷。luck， 敬称。我妈，从前，往昔。陪，
西藏。Lodok 农作物。Deba 种植。雷青稞。矬小麦。Sema 豆子。Dir 芝麻。Jidak 等等。Nunggu Lodok 油料作物。Beka 油菜。贼稻米。Mamui Lodok 玉米自然稻。吞吧出产。杂鱼茶鱼。社区地区。卡谢一些。Namsi 气候天气。Yakbo 好的。Duntok 庄稼。Gear 生长。拉萨。女钱。冲扎市场。西川四川。培育尼泊尔。雅戈尔印度。主于不丹。拯救袭击。借连同。Kiryong 带来。牛鹰行队尽情选购。滚捉冬麦。崔对切示众。挺桑最近。莽波多的。吞菜产量。拓更高。母人梅母田。今当一般通常。假妈金厝家短家6、700。塔东仍然还。沙恰亚萨好一点的地方。东查克成千上千。Floods 更多。禽类农业。佩介卓发展。九波快速的。塔嘎让蕊正是如此。省签省。重庆城市。
显 duck 其他 dua 比较 Gyobo 可怜不佳 Cer 蔬菜 Shokok 马铃薯 Lapuk 萝卜 Padam 花生 Nganglak 香蕉 Caluma 柑橘 Gushu 苹果 Gyunjun 葡萄 Ama 芒果 Kambu 桃子 捉妈柱番茄 普鲁星甘蔗汤心杉树松心松树 Shukba 柏树姜妈柳树 Ludu 党参菇夏吉祥草普洱卡哇间雪域西藏康仲三透雪域高原 Yerza 滚布冬虫夏草虫草 Gesang Medok 格桑花善缘花 Banggen Medok 邦间花玉簪花 Kangla Medok 雪莲花 Bema 莲花 Kambu Medok 桃花 Seme Medok 豆子花幸福花 Gece Medok 芥子花 Kurgun Medok 藏红花种类畜牧业 Rine 文化 Benjolo 经济